你知唔知道平時喺街市見到嘅海魚，原來有拍種係現今科技跟冇辦法人工養殖，全部都係純野生嘅寶物。今時今日人工養殖技術越嚟越發達，好多海魚都做到蹼部化，但總有幾種海魚憑住佢哋骨氣同強悍嘅天性堅守喺野生世。近期我請教咗一位喺海邊生活咗幾十年嘅老共民，佢話我知街市上面有8種海魚，幾乎全部都係純野生捕撈，味道鮮美又唔使擔心藥鮮物就唔使料，或者用藥問題，見到千萬唔好錯過。第一種係大帶魚，講到大魚，相信個你肯定喺街市從未見過活生生嘅大魚，市面上超過99%嘅大魚都係野生捕撈，呢個源於佢哋獨特嘅深海生存習性。大魚同色喺水深60到1磅米甚至更深嘅海洋已經適應咗深海嘅高壓環境，一旦離開深海，因為水壓急劇變化，佢哋嘅魚丫會突然膨盛甚至爆裂，導致死亡。呢個就係街市見唔到活大魚嘅根本原因。再加上大魚天性夏猛，只食活體小魚小沙，喺細小嘅養殖池裏面極容易因為缺乏運動空間而應激死亡。所以街市買到嘅大魚全係冰鮮或急凍嘅純野生寶物。我話你知，大魚仲有一個好得意嘅特性，就係佢哋游水嘅姿勢同其他魚唔同。其他魚係垂直咁游，但大魚係打直咁游，好似一條銀白色嘅絲帶喺水裏面漂浮。佢哋成群結隊咁生活，夜晚會游上淺水區攬食，日頭就游返深海休息。喺街市見到嗰啲閃靈靈嘅大魚，全部都係共民夜晚用燈光游捕返嚟嘅，所以特別新鮮。你煎大魚嘅時候唔使落太多油，因為大魚本身油脂豐富，煎到兩面金黃，攤少少鹽就已經係人間美味。大魚嘅營養價值其實好高，佢含有豐富嘅 DHA 葡，對腦部發育同心血管健康好有幫助。食大魚可以預防記憶力衰退，小朋友食帶魚可以幫助腦部發展，而且大魚嘅蛋白質含量鬆高，脂肪含量適中，係一種非常健康嘅食材。你買大魚嘅時候，記得揀魚身完整、銀色表皮光亮嘅。如果魚身發黃或者代表唔新鮮，千祈唔好買。大魚嘅保存方法都好講究。如果你唔係即日食，最好放入冰格保存，食之前提前1晚拎去保鮮格解凍，咁樣可以保持魚肉嘅鮮嫩。第二種係馬生魚，馬生魚係一種海洋上層洄游性魚類，游水速度極快，擅長長距離遷徙，需要廣泛嘅水域持續，動力維持，生理共根不來食。喺人工養殖池小嘅空間裏面，馬海魚會產生強烈嘅應激反應，導致省緩慢，體質下降，甚至碰撞撞池死亡。雖然技術上可以用極高水流、循環同溶氧設備嚟模擬自然環境，但水電設備成本遠高於野生捕撈成本，喺經濟上完全唔划算。再加上馬生魚性格蝦猛猛，直食活蓋。目前街市上嘅馬生魚基本上全部係海洋捕撈所得，肉多骨少，肉質結實。馬生魚喺香港唔算貴價魚，但佢嘅營養價值一啲都唔輸蝕。佢含有豐富嘅蛋白質同歐米伽3脂肪酸，對心臟同腦部健康都好好。馬生魚最經典嘅做法就係香煎，你將佢切斷，用鹽同胡椒粉炒一陣，然後落鑊煎到兩面金黃，外脆內軟，送飯一流。如果你中意食濃味啲，可以加埋冬蔥同豉油一齊煮，就係一道地道嘅港式家常菜。街市賣嘅馬食魚通常係成條或者切開一段段賣，你揀嗰陣記住睇魚眼要清澈，魚肉要有彈性，咁先係靚扮性，咁先嘅游水速度可以達到每小時60公里，係海洋入面嘅頂級試食者之一。佢哋嘅肌肉骨骼非常結實，因為要應付長時間嘅高速游動，所以肉質特別有咬口。你煎馬魚嘅時候，紅一下，翻潤啦，佢嘅魚肉好容易起骨，因為佢嘅魚骨排列好整齊。呢個亦都係馬術魚受歡迎嘅原因之一。老人家同小朋友食馬術魚都唔怕啃骨，因為大骨一夾就起，細骨幾乎冇。你如果中意食魚生，新啲生都可以做刺身。但一定要確保係即日捕獲嘅極新鮮貨色，
唔係嘅話都係煮熟食最穩陣。第三種係銀鯭魚，好咯，銀鯭魚肉質細嫩潔白，小骨微鮮，被視為海魚中嘅上品，但係最難雌化同養殖嘅經濟魚類之一。銀鯭魚天性極度敏感，容易受驚。一旦被捕獲或者放喺人工受限環境，佢哋會劇烈衝撞同拼命掹扎，導致魚身擦傷、魚粒大量脫落，甚至直接應激休克死亡。紅黑殼，而且銀鯭魚喺高密度養殖環境下極容易爆發噬葵、馬蟲病，成活率極低同寄生蟲病，藥物成本極高，養殖成本甚至貴過野生，所以街市上嘅銀鯭魚幾乎全部都係野生嘅。銀鯭魚之所以矜貴，唔單止因為佢難養，仲因為佢嘅肉質真係無可挑剔。你清蒸一條銀鯭魚，加啲冰絲、蟲絲，淋上滾油同豉油，食落去啲肉係一疏疏嘅，真甜到不得了。老人家同小朋友最啱食，因雲寨佢幾乎冇細骨，唔怕啃親。不過你要留意，銀鯭魚嘅價錢會隨住季節浮動。每年秋天到初春嘅時候最肥美，你見到靚嘅唔好猶豫，即刻買銀鯭魚。仲有一個別名叫白鷗，喺中國沿海地區被視為喜慶菜餚必備嘅食材之一。每逢過時過節，剔酷銀鯭魚嘅價錢都會飆升，因為好多人都會買嚟做節。你如果想食成靚正嘅銀鯭魚，可以揀平日去街市或者趁嫩季嘅時候大量入貨，擺喺冰格慢慢食。妥嗰下，糖又冇病人最不適合銀鯭魚嘅魚粒好細，你清洗嘅時候唔使刻意刮蠟，煮肉之後會自然脫落。你只需要將魚肚嘅內臟清理乾淨，沖洗一下就可以烹調。清蒸銀鯭魚嘅時候，記得水滾先落鑊，大火蒸8至10分鐘，咁樣蒸出嚟嘅魚肉會特別嫩滑。想第一時間收到更多街市揀海鮮避坑指南同埋保命飲食知識，學嘅記得即刻撳讚訂閱，我哋頻道健康飲食智多星開埋小三啦。你平日去街市最中意買邊種海魚？喺留言區打出嚟睇下你買開嗰種係咪純野生。好，第四種係小黃花魚。小黃花魚係典型嘅暖溫性，底層結群洄游魚類，對底層水域嘅水溫鹽度同沙泥底質有特定要求。大規模養殖難以精確複製佢嘅自然水流條件，更重要嘅係經濟效益問題。小黃花魚個體相對細小單位，養殖成本同售價相比唔划算。相比之下，和佢同類嘅大黃花魚，因為體型更大，售價更高，先至有大規模養殖嘅經濟。基礎街市上賣嘅小黃花魚幾乎全部係野生捕撈，肉質呈蒜瓣狀，細嫩鮮美。小黃花魚同食。小黃花魚同大黃花魚雖然同屬一個家族，小黃花魚嘅肉更加嫩滑，蒜瓣肉嘅質感更加明顯。你輕輕一夾，啲肉就會散開。盤點一下，糖尿病人追拔適可入口即化。香港人最中意將小黃花魚用嚟煲或者清蒸，因為佢嘅鮮味好突出，唔使太多調味已經好好食。不過你要留意小黃花魚嘅價錢近年有上升嘅同勢，同到食塌下。因為野生資源慢慢減少，你見到合理價錢嘅話，買多2條擺雪櫃都值秘訣係小黃花魚嘅色澤。越靚嘅小黃花魚，魚身嘅黃色越鮮明。小黃花魚嘅叫聲好特別，佢哋可以透過魚鈎嘅震動發出聲音，用嚟同同伴溝通。呢個亦都係黃花魚家族嘅獨特之處。你如果買到新鮮嘅小黃花魚，你會發現佢嘅魚身仲會帶有少少黏液。呢個正正係新鮮嘅表現，唔使驚。小黃花魚最啱用嚟煮湯，你加埋豆腐、番茄、粽片一齊煲，煲出嚟嘅湯鮮甜到不得了，飲完個人暖粒粒。冬天嘅時候，一碗熱辣辣嘅小黃花魚湯真係驅寒又補身。第5種係秋刀魚，實客。秋刀陰魚嘅野生屬性係因為佢極度敏感嘅生理同獨特嘅消化系統，秋刀魚嘅散極容易脫落，魚身受損後極易感染死亡，對水質同溫度變化非常敏感，稍有不適就會四圍亂撞而死。更特殊嘅係秋刀魚冇胃，需要不斷咁食嘢，如果唔係就唔長肉，甚至餓死。喺人工環境中維持高頻率、高成本嘅餵食機制，喺經濟上完全不可行。秋刀魚每年秋季洄游近海，油脂豐富，
街市上基本上見唔到養殖嘅秋刀魚，秋刀魚可以話係平民嘅恩物價錢，平但營養價值極高。日本人稱秋刀魚為秋季嘅味覺之王，因為秋天嘅秋刀魚油脂最豐富，魚身飽滿，即刻烤起上嚟，香氣四溢。你將秋刀魚洗乾淨，抹乾水分，攤少少鹽，然後放入焗爐或者用明火燒烤，燒到魚皮微焦。食嘅時候即係啲檸檬汁，簡單得嚟又美味。秋刀魚嘅內臟帶有少少內臟碼，如果你中意食，可以連內臟一齊燒。嗰種獨特嘅風味係其他魚比唔到嘅。街市買秋刀魚，記住揀原身完整、魚眼清澈嘅，咁先係。鮮秋刀魚嘅名字就係因為佢哋秋天嘅時候最肥美，魚身修長似刀，所以叫做秋刀魚。佢哋每年秋季會由北海道南下到日本近海產卵，嗰段時間嘅秋刀魚脂肪含量最高，食起上嚟特別香口。秋刀魚嘅 DHA 含量係眾多魚類之中數一數二嘅，對增強記憶力同預防老人斑來好有幫助。道理，如果成日用腦或者家有老人家，不妨每星期食1-2次秋刀魚，既經濟又實惠。秋刀魚嘅烹調方法好簡單，除咗鹽燒之外，你仲可以將佢切斷，加埋豉油、味噌同糖一齊煮，做成照燒秋刀魚，又係另一種風味。第6種係乾皮魚，又叫馬面魚或者麵包魚。乾皮魚生活喺寒冷嘅深海，捕撈難度同成本相對較高。雖然邊皮魚肉質結實無細骨，但佢外形唔係咁靚仔，而且需要邊走厚厚嘅粗糙外皮，喺高消費市場中嘅接受度唔其他魚類。喺低附加值同有限市場需求嘅背景下，投資進行人工養殖，要克服深海環境無疑嘅挑戰，喺經濟上非常唔划算。野生麥皮魚資源量相對穩定，價錢屬於中低端。街市上全部係野生捕撈麥皮魚，雖然樣衰，但佢嘅肉質絕對有彈性，冇食冇細骨，啱晒拍硬骨嘅人。最常見嘅做法係將麥皮魚切件，肉食不濕，好啦，同仲爆香之後加豉油삶煮，或者用嚟煲湯，湯底會特別鮮甜。你買邊皮魚翻嚟之後，佢表面嗰層粗糙嘅皮，因為嗰層皮唔食得嘅，邊完皮之後，你會見到入面雪白嘅魚肉，睇見都流口水。因為冷皮魚價錢平，好多酒樓都會用佢嚟做家常小菜，但你唔好睇小佢，只要煮法得當，佢嘅味道絕對可以媲美。金皮魚嘅正式名稱叫馬面鱧，因為佢個樣似馬面，所以叫馬面魚。佢嘅皮膚好粗糙，好似沙子咁，同食架彈啲得下。所以處理之前一定要戒皮。邊皮嘅時候，你由魚頭嘅位置揀開一個小口，然後用力向魚尾方向撕，好快就可以將成塊皮搣落間皮。魚嘅肉質比較實，適合用嚟松煮或者紅燒，因為佢好襟煮，唔會一煮就散。你如果中意食辣，可以加埋辣椒同花椒一齊煮，做一道麻辣鯽皮魚，惹味又開胃。金皮魚嘅魚乾都好肥大，如果你中意食魚乾，可以留翻嚟一齊煮，味道甘香濃郁。第7種係沙丁魚同沙尖魚。沙丁魚屬於高度群居性海洋魚類，養殖需要盲以邊大嘅魚群密度同特定嘅洄游路徑技術，難度極大。同時沙丁魚個體細，價格低，養殖嘅投入產出比極低，而且沙丁魚係海洋食物鏈底物繁殖能力極強。喺世界各大農場資源量極其翻大，野生捕撈已經可以滿足全球市場需求，完全唔需要人工增殖。沙丁魚富含歐米伽3脂肪酸。街市上大多數都係野生捕撈沙尖魚同沙丁魚，雖然細細條，但佢哋嘅營養價值一點都唔輸殺。沙丁魚含有豐富嘅鈉質同維他命 D， 對於骨骼健康好有幫助。你如果買到新鮮嘅沙丁魚，可以將佢哋成條炸到金黃酥脆，連骨都可以食埋。好揼一流沙尖魚就更加鮮甜，你加唔松清蒸或者用豉汁蒸，都係好正嘅下飯菜。街市上面嘅沙丁魚同沙尖魚通常都係一堆堆咁賣，價錢好實惠。你買一大包翻屋企，可以分幾次食，擺喺雪櫃冰格保存都得。沙丁魚嘅群居性非常強，佢哋會組成成千上萬條魚嘅大群，一齊游動。
一齊唔好食。呢種群居行為令到捕撈沙丁魚變得相對容易。原文可以用大型圍網一詞。過丁魚嘅繁殖能力極強，一條成年雌魚每年可以產下數萬粒魚卵，所以即使大量捕撈沙丁魚嘅種群數量都唔會輕易下降。你如果中意食罐頭沙丁魚，其實罐頭入面嘅沙丁魚都係野生捕撈嘅，因為養殖沙丁魚根本唔符合經濟效益。烤沙丁魚最經典嘅做法就係鹽烤。你將沙丁魚串起嚟，攤上粗鹽，然後用炭火燒烤，燒到魚皮香脆，魚肉鮮嫩，配杯冰凍啤酒，簡直係人生一大享受。你食秋刀魚同沙丁魚中意煎定係鹽燒？喺留言區交流下你嘅獨門做法。第8種係豆腐魚，又叫狗肚魚。豆腐魚肉質非常細嫩，含水量高，食落好似豆腐咁滑，所以先叫豆腐魚。呢種魚產量大，價錢平，生命周期短，繁殖能力極強，野生數量非常穩定，再加上佢肉質特別合。除了新湯之外，其他烹賣方式唔係咁適合。街市上嘅需求好有限，人工養殖成本高，但賣唔到好價錢，完全冇人工養殖嘅必要。豆腐魚入口即化，魚骨極軟，合街市上買到嘅全係野生產品。豆腐魚可以話係湯王之選。你將豆腐魚洗乾淨，加埋黃片、豆腐、番茄一齊煲湯，煲出嚟嘅湯奶白色鮮甜到不得了。因為佢嘅軟骨好足。煲完湯之後連骨都可以食埋，唔使浪費。老人家同小朋友特別啱飲呢個湯，因為佢容易消化吸收，又有豐富嘅蛋白質。街市上面嘅豆腐魚通常係一兜兜咁賣，價錢平到笑。你見到嘅話，買多幾條返屋企煲湯，一家大細都飲得開心。豆腐魚嘅學名叫龍頭魚，行屌頭最不適合，因為佢個頭比較大，佔咗身成條魚嘅3分之極高，所以你掂藥好柔軟，含會覺得滑潺爽。豆腐魚嘅魚骨好軟，你食嘅時候幾乎唔使吐骨，直接吞都得之外，豆腐魚仲可以食。將豆腐魚洗乾淨，抹乾水分，沾上薄薄嘅炸粉，然後落油鑊炸到金黃色，外脆內軟，食起上嚟好似食緊豆腐咁滑。如果你中意食椒鹽，可以單啲椒鹽喺面，又係另一種風味。講完呢8種純野生海魚，大家可以放心食。同魔，因為佢哋多數係深海或者高速洄游魚類，離水後會迅速死亡。我哋喺街市見到嘅基本上係冰鮮或者急凍品，幾乎冇活魚賣。所以喺挑選嘅時候，睇下魚身新唔新鮮就至關重要啦。老共文教落食大挑選冰鮮魚嘅首要標準，你跟住做包保你買到靚魚。第一，睇魚啱，無論係冰鮮定急凍，同食同生木色，魚優都應該係鮮紅色。呢個係判斷魚身新鮮度嘅首要標準，硬或者有黏液就唔建議購買。魚呢山紅代表條魚係近期捕獲嘅。如果魚啱變暗變黑，即係擺咗好耐，肉質已經開始變差。你買魚嘅時候可以輕輕揭開魚啱蓋睇下，如果見到魚啱係鮮紅色，仲帶有少少魚腥味，而唔係腐臭味，咁呢條魚就係靚貨。第二，睇魚身同魚粒大。銀鰭魚應該保持魚身光澤同魚粒完整，體表銀光閃亮。如果魚身出現暗眼魚粒脫落，代表條魚已經唔新鮮。新鮮嘅魚，佢嘅銀色表皮或者反光，望落去好靚。如果你見到魚身有魚傷或者破損，都應該避開。魚肋完整嘅魚，代表佢被捕獲之後處理得當，冇經過粗暴嘅搬運，肉質自然更加有保證。第三，睇魚眼碼。魚同秋刀魚嘅魚眼應該清澈透明，魚身完整，冇明顯損傷。新鮮嘅魚對眼係晶瑯剔透嘅，紅眼珠飽滿。如果人最乜食紅眼珠飽滿，渾濁就代表條魚已經唔新鮮。你唔好以為冰鮮魚就睇唔到魚眼，其實一樣睇到。只要你仔細觀察，好容易分辨魚眼清澈嘅魚。紅毒通常肉最不適合，通常肉質都會比較狀態，直接反映咗魚嘅新鮮程度。第四，按魚肉用手指輕輕按壓魚肉，魚肉應該迅速回彈，證明魚身割果結實，同冇經過反覆解凍。如果你生落去，魚肉噏咗落去好耐，都唔彈翻上嚟，即係條魚已經變軟，肉質已經改變，唔好買。
新鮮嘅魚肉係有彈性嘅，合理甘落去。呢個方法適用於所有海魚，無論係即飲冰鮮定急凍，都可以用呢個方法測試新鮮嗰度。買咗翻嚟之後，應該盡快放入雪櫃冰格冷藏保存，最大限度鎖住佢野生嘅鮮味同營養。如果你打算1、2日內食，可以放喺雪櫃保鮮格。如果唔係即日食，最好放冰格。解凍嘅時候，建議你提早1晚將魚由冰格拎去保鮮格慢解凍，咁樣可以保持魚肉嘅質感，唔會因為急速解凍而破壞。你千祈唔好將急凍魚直接放入熱水解凍，因為咁樣會令魚肉表面嘅蛋白質受熱變質，影響口感同營養。仲有一個小貼士要提你，就係煮魚之前記得要徹底抹乾魚身嘅水分，特別係煎魚嘅時候。如果魚身有水分，一落鑊就會彈油，搞到成個廚房油煙四起，而且魚皮好容易煎爛。你抹乾之後喺魚身兩面攤少少鹽同胡椒粉，炒15分鐘，然後再煎，咁樣煎出嚟嘅魚會更加香口。如果係清蒸嘅魚，你就唔使炒得太耐，因為清蒸食嘅係魚嘅原味，炒得太耐會蓋過魚嘅鮮味。我再提多你一樣嘢，就係呢8種野生海魚，有啲可能會因為季節唔同而影響肉質同價錢。例如秋刀魚秋天最肥美，夏天就偏瘦；銀鯭魚冬天到初春最靚，夏天相對崇食紅蟹。之前可以問下熟熟嘅魚販，佢哋會話你知邊種魚當造，邊種魚最靚，同魚販打好關係，佢哋會留起靚貨俾你，你就有口福啦。仲有一點學就係呢啲野生海魚嘅煮法可以好多變，除咗傳統嘅清蒸、香煎、煲湯之外，你仲可以試下用佢哋嚟做魚生、做魚丸、做魚餅，甚至做炒魚。拜典同日下糖尿病人最不合每種魚嘅肉質特性唔同，適合嘅烹方法都唔同。大魚適合煎同鴨，文鰻魚適合清蒸，小黃花魚適合煲湯，秋刀魚適合鹽燒，旗魚適合浸煮，沙丁魚適合炸，豆腐魚適合煲湯燙同炸。你跟住個配對嚟煮包保，食到每種魚最美味嘅一面。將呢條影片轉發俾你身邊中意去街市買魚嘅屋企人同朋友，功德無量。你一個轉發可能就幫到佢哋避開養殖魚嘅陷阱，食到真正野生嘅鮮味。不食閣下記得即刻按讚訂閱我哋頻道，健康飲食智多星，開埋小銀擔。我哋下一期再見，到時會繼續同大家拆解更多街市揀海鮮嘅秘訣。仲有各種食材嘅真假分辨技巧，你訂閱咗就唔會錯過保重。